喺我哋開始祈禱之前，讓我哋花啲時間聆聽神嘅話語，然後我哋再一同禱告。如果你睇住而家嘅人生，心裏邊喺度諗，呢個並唔係我所期待嘅，亦都唔係我所想要嘅，咁樣你就非常接近約瑟嘅故事。佢嘅生命提醒你，神嘅計劃成日都會帶你走過一啲係你自己絕對唔會選擇嘅地方，但係神嘅帶領總會通往一個遠超過你當下所能看見嘅目的。約瑟嘅生命並唔係由困苦開始嘅，佢原本係父親痛愛嘅兒子，深受喜愛，而且懷住對未來嘅偉大夢想。但係喺一個充滿妒忌同埋殘忍嘅時刻，佢嘅兄弟將佢賣為奴隸，佢被帶到一個陌生嘅國度，冇家人，冇產業，所有熟悉嘅一切都被奪走。但係即使係咁痛苦嘅地方，約瑟仍然相信神並冇失去掌權。喺埃及，約瑟忠心咁樣服侍佢嘅主人，佢以正直行事，因為佢心中存着敬畏神。佢冇俾環境決定佢嘅品格，亦都冇俾背叛毒害佢嘅信心，而神就喺嗰度與佢同在。但係就喺一切似乎開始穩定嘅時候，另一個打擊又臨到。佢俾波提法嘅妻子誣告，而且仲拉咗去坐監。喺表面上睇嚟，約瑟嘅人生似乎不斷從壞變到更壞，但係神正又喺度預備佢。好多時候，你可能會覺得自己被推離咗舒適圈，你可能正處喺一個冇支持、冇熟悉嘅面孔，亦都睇唔到前路嘅季節。嗰刻你可能會問，神係咪仲喺度工作呢？約瑟嘅生命俾你一個好清楚嘅答案，係嘅。即使一切睇落去只喺度崩解，神仍然喺度工作。嗰啲係困難，嗰啲係延遲，嗰啲係失望，可能正係塑造你嘅品格，而且為你預備下一步嘅人生。你而家睇唔見全貌，但係神看得見。神工作嘅方式往往同你選擇嘅完全唔同。約瑟通往皇宮嘅道路，經過坑洞、路益同埋監倉，呢啲地方睇起嚟一啲都唔似會升遷，但係每一步都係為佢預備嘅。佢嘅腳步係被安排嘅，即使嗰啲腳步係痛苦。最後佢喺創世記第50章第20節嗰度話：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同樣地，你嘅腳步亦都唔係隨機嘅。詩篇第37章第23節話俾你知，義人的腳步被耶和華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華也喜愛。若意味住神一直喺度引導、糾正同埋加力量俾你，甚至使用嗰啲讓你受傷嘅事，成就更大嘅目的。彼得前書第4章12至13節話：親愛的弟兄啊，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，不要以為奇怪，倒要歡喜，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，好叫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，也可以歡喜快樂。所以當你面對試煉嘅時候，唔好當佢係神離開你嘅證據，唔好用生活嘅舒適圈嚟到衡量神嘅愛。試煉並唔係取消神嘅愛，反而成為神信實被顯明嘅舞台。你一定要保守你嘅心，唔可以被謊言欺騙。神嘅愛唔係唔穩定，亦都唔係脆弱，
神嘅愛係永恆不變嘅。羅馬書第8章第28節提醒你，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呢個唔係表示所有事情本身都係好嘅，但係表示神能夠使用所有事情，甚至乎係最糟嘅，可以將佢變為美好嘅。喺同一章後邊亦都講，沒有任何事能使你與他的愛隔絕。無論係苦難、困苦或者逼迫，神嘅愛喺每一個季節都托住你。約瑟嘅故事以恢復、提升、和好作結。佢嘅故事並唔喺嗰度開始，喺應許與成就之間，有好多充滿疑問、充滿淚水、等待同埋順服嘅日子。同樣嘅，你可能正處喺故事嘅中段，一切睇起嚟睇唔明白，但係我哋千祈唔好放棄，亦都唔好離開神。神仲未完成佢喺你身上邊嘅工作。哥林多後書第4章17至18節係咁樣鼓勵你嘅：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，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、永遠的榮耀。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，乃是顧念所不見的，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，所不見的是永遠的。你而家所睇到嘅都係暫時，但係神喺你手裏邊建造嘅卻係永恆嘅。所以請記住，我哋所侍奉嘅神係嗰位能夠將坑變成平台，將監牢變成通往命定之路嘅神。佢能夠將仇敵嘅惡意變成見證，將威脅變成得勝，將絕望變成喜樂。我哋只需要信靠佢，繼續與神同行，緊握佢嘅應許，即使你而家係睇唔見個結果。正如神與約瑟同在，佢亦都喺你生命中每一個章節與你同在。當你回頭睇返而家嘅時候，你會發現神一直都喺度工作。而家就讓我哋一齊嚟低頭禱告。主耶穌，你喺路加福音第9章第62節講：手扶着犁向後看的人，不配進上帝的國。我唔願意喺信心起步，但喺恐懼中回頭。求你幫助我，即使感受起伏，即使環境令人困惑，即使道路變得孤單或者緩慢，仍然能夠定睛喺你身上。天父，我承認有時我會被誘惑想返轉頭，有時我會懷念嗰啲熟悉嘅事物，即使佢哋係唔健康。有時我會諗起一啲舊嘅習慣、舊嘅模式，心裏邊開始懷疑，跟隨你係咪要付出嗰啲代價？求你赦免我每一次懷疑你良善嘅時刻，求你赦免我每一次因為生活艱難而質疑你愛嘅時候，教導我喺唔明白你嘅道路上仍然信靠你嘅心，賜予我恩典，令到我每一日能夠向前行，而唔係同其他人嘅旅程去比較。主耶穌，今日我再一次將自己交託俾你。我嘅生命屬於你，我嘅手，我所做嘅事屬於你，我嘅思想，我所默想嘅都係屬於你，我嘅言語，我所講嘅都係屬於你，我嘅未來，我正喺度建立嘅一切都係屬於你，我係完全屬於你嘅。求你斷開一切令我向世界靠攏，削弱我對你委身嘅捆綁。求你破除一切仍然想用過去嚟到定義我自己嘅連結，該醫治嘅醫治，該拿走嘅拿走。喺混亂之處，
帶嚟清晰，喺三分兩意之間帶嚟聖潔，喺暗中嘅妥協之處帶嚟光明同埋自由。主耶穌，我選擇你勝過我所渴望嘅每一個結果，即使我禱告需要時間成就，即使你俾我答案同我所期待嘅係唔同，教導我嘅心將你看成最寶貴。求你讓我明白，認識你比被掌聲肯定，比舒適，比如願以償更好。你嘅國度比我偏好更加重要，你嘅同在比我計劃更加寶貴。讓我活喺永恆嘅眼光中。主啊，求你教導我要知足，幫助我為所擁有嘅心存感恩，亦都幫助我睇到別人興盛嘅時候唔會落入妒忌。天父，當我因為別人所擁有而有焦慮嘅時候，求你安靜我嘅心；當我感到有競爭壓力嘅時候，求你將平安賜俾我；當我急於前進嘅時候，求你教導我忍耐。我將我道路交俾你。當你要我放手嘅時候，係因為你要讓我嘅手空出嚟，好領受更好嘅。當你關上一扇門，係因為神你喺度保護我，重新引導我。當你叫我離開，係因為神你正要帶向我走向光明。即使轉變係令人痛苦嘅，求你幫助我相信你，求你幫助我順服。主啊，求你建立一個會行動嘅心俾我，求你賜予我勇氣行你所講嘅，賜我力量喺順服代價高昂嘅時候仍然順服。你喺馬太福音第16章第24節嘅呼召提醒我，跟隨你就係捨己，背起十字架與你同行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喺喜樂當中走那窄路。聖靈啊，求你保守我嘅心，求你賜福俾我，求你使我謙卑，使我降服，使我純潔，好讓我更加愛你，讓我嘅身份扎根於你，而唔係我擁有啲乜嘢，或者成就啲乜嘢，又或者係別人點樣睇我。教導我抵擋魔鬼嘅謊言，站立喺真理之中。雅各書第4章第7節話：所以要順服上帝，要抵擋魔鬼，魔鬼就必逃避你們。主啊，今日我向你降服，我抵擋一切嘅分心、誘惑同埋欺騙，凡使我遠離全心愛你嘅，都要離開。耶穌，求你讓我嘅焦點放喺前面嘅事，喺腓立比書第3章13至14節。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標竿直跑，要得上帝在耶穌基督裏從上邊召我來得的獎賞。幫助我唔係活喺過去嘅失敗或者後悔裏邊，當我疲累嘅時候，提醒我仰望你。希伯來書第12章1至2節，呼召我放低各樣嘅重擔同埋罪，堅忍嘅心奔向那擺喺前邊嘅路程，仰望為我信心創始成終嘅耶穌。主啊，讓我眼目定睛喺你嘅身上，求聖靈幫助我，保守我對你嘅愛嘅純潔，保守我心忠於耶和華君王，讓我生命無論喺任何季節都係榮耀你，讓我選擇反映出你係我最珍貴嘅珍寶。主耶穌，我頌讚你嘅名，多謝你再一次接納我。以上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
如果我呢段禱告能夠觸動你嘅心，請以阿門回應作為信心嘅記號。我祈求我呢個禱告入邊嘅每一個祝福都臨到你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。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與平安常與你同在。